继续来到家己的阿里山，当地真有名的景点千人洞，是这个全台湾上界大的天然的山洞，景色真水。但是这个路是真歹行，过去就发生几啊件受伤救援的案例。阿长尾阿嬷讲有登山客来失踪，这是台南集团登山团，其中有3个人行到半路煞对到无去。 因无照明的设备，加上收信无好，根本就联络袂到。这个搜救队赶紧透暝落找人，总算找到失踪的3个人，真正是好利加在。队长，你要侧踩。顺这条索啊，伫半暝慢慢啊行落山。半暝山路真歹行，伫救援人员护送下，失踪的3名登山客平安落到山骹。 昨昏台南集团登山团去嘉义凤山村石鼓盘风景区去佚佗，过程中3个山友找无路，一直到集合的时间，其他人感觉唔对，就赶紧通报警消人员上山找人。那在夜间11时左右啊，在千人洞附近啊，寻获苏姓民众等3人啊。加在搜救队透暝找人，伫千人洞找到因，顺利甲因带落山。 阿里山出名的景点千人洞是全台湾上大的天然山洞，因为景色真水，会使徛1000人而出名。每少登山客拢是专工来的，因为这个路程较危险，较早嘛时常有人受伤、有人解救的代志发生。要上山前一定要注意家己安全，装备要穿好脚，人嘛要对好调，免你讲发生意外。